因为即摆会长本身就就是较贴民进党，啊话就一定骂出来，拢有啦。但是我今日讲这个民进党的问题吼，毋是讲民进党真正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毋是讲，我只是讲用一个逻辑，就是讲吼，因为法利赛人迄惊上帝，所以伊去甲人民讲，恁爱遵照我的制度甲律法，啊。伊爱遵照伊个制度甲律法，伊应该听我的，安尼上帝较袂处罚恁。啊，这个想法，甲民进党即摆讲，你若是无听我的，维持中华民国的体制，所以共产党会拍过来。所以你虽然讲民进党你是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用中国共产党吗？这意思就是讲，民进党真正是信用伊，是因为你毋通因为迄惊就将真正要做的代志就背入去啊。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耶稣就在挑战这个物件，你所信的到底是假？你的态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是啊。不是，昨日讲禁止党公职去游行，啊，这实在是嘛是真好笑。啊，我去现场，足侪人我看到真侪民进党的党工。对啊，我感觉连李婉玉这款老仔拢去哦，李婉玉拢有去哦。然后文字嘛有来，然后这有头有老过，有边哦，所以讲民主进步党，伊内底无台湾人的字嘛，所以上少伊也有民主甲进步嘛。禁止人去参加啥物物件，这是民主的精神吗？毋是嘛？所以耶稣就会挑战这，你信仰的是啥物上帝？是你是真正的上帝，还是用律法去起造出来的偶像？去束缚人的上。迄上帝是假嘛？迄是偶像嘛？是金文嘛？但是我挑战你一下吼。你挑战。我认为耶稣若是今日来吼，啊媒体啊拄着伊啊，啥物啊，我认为毋是遐尔简单。譬如讲，媒体第一个问伊的问题，应该是讲你支持统一还是独立？哦，啊耶稣要安怎回答？啊明仔载的大乐透会开啥物号码？我认为足侪人一定会问即款问题。哦，啊毋是去嘛家己问讲到底你当初讲即个圣经是啥物道理？啊，阮要安怎实行啊？绝对毋是问题啦。对，啊共款的道理就是讲。啊！你伫咧即个体制内，啊，人民拢是即款素质。那我某种程度上啦，我是会当体会啦。哎，我感觉这个问题，圣经内面耶稣拢捌回答过啦。像说大乐透的球赛，伊来讲伊来讲迄个上帝跟马文，你敢样选一个嘛？是啦。对，甲马文甲迄个啥，迄个。经济啊，只要感觉啊，问到反通天通问题就会讲，你若是有做种，直接他拍去嘛。系啦。系啊，对无？啊，若是对着即个代志的，你是支持统一还是独立？伊就讲，伊迄阵仔嘛讲，你敢是即个世代要带阮反抗罗马，伊嘛是回答即个问题。系啊，而且个即个问题毋只问一摆，是问足侪摆的。伊上开始佮走去山顶的，大家拢爱对。意思是讲，这甲我无，就是讲这是恁的代志，因为耶稣来到世间是要互人得到真正的，互人明白真正的上帝，佮得到真正的生命。所以，搁来讨论一个，咱要安怎？就是我顶礼拜搁问一个共款的问题嘛，就是咱要安怎的台湾国？咱中国教会信仰告别，讲咱是定根伫本，咱是伫本地、本土，嘿，认同所有的自由。咱若是耶稣的听，是互外邦人、互善良的人开始的信仰。啊，咱正对基督徒要学耶稣的款式，咱是应该去关心遮。应该爱受帮助人。你看嘛，真仔你所讲的，个圣经内底，伊去帮助迄个亏手的嘛。迄时阵，若是你有亏手，你伫社会是无法度生存的啦。对啊，你袂当讲好啊。啊，你嘛，系啊，你无就是因为时代无社会福利啊。系啊，无可能互恁领啥物救助金啊，无可能。系啊，但是即马虽然有救助金，但是嘛是有人受压迫啊，有人无法度互人照顾啊。若是耶稣伫即马即个世界，应该伊会去关心遐无救助金，但是因为生活困苦的啦。
这较是伊来到即个世界的重要。毋管是伫台湾、伫中国，还是美国，只要耶稣来，伊所知的就是听。我感觉开始真正重要。咱若是而且咱基督徒应该去学习，应该是学习安尼个款式。咱反抗中国，毋是因为中国甲咱无共款，是因为中国压迫者互咱痛苦的，是因为是反对伊所做的代志，毋是反抗即个国家，毋是反抗即个国家一定爱安怎。咱反抗国民党是国民党做毋对的代志，你应该爱回实的，你应该爱付出，你应该爱付出的情况。这爱分辨清楚，也无就会变做第二个228，就是外省人拢去死的，安尼毋通。我认为佫有一个就是讲，头拄仔讲到，就是讲耶稣的听是普世的。我认为耶稣若是耶稣若是今日来教会哦，若是听到有牧师伫顶悬，应该是牧师伫顶悬讲分别为圣哦，应该嘛是答物件的，去个喙面。为什么要分别？外邦人甲犹太人，大家拢是人，若爱诚做圣。大家拢是圣，若是讲有啥物应该做、应该遵守的道理，相共。但新闻你有抄物件落来无？等下你爱去分享哦。有录影啦，有录影啊！录影。放互因看就好啦，这阮会分享的安尼。免写。我是较认同你讲，即个观念就是讲哦，高的做高大，对，就讲做高大，伊是世界主义者。有做啊，哎，我有做啊，吼，哎呀，做啊。所以对来讲，因为托派多观念就是叫做托派啦。你讲即个国家即个观念，对耶稣来讲，最推荐。啊，你要讲耶稣讲即个。凯撒归讲凯撒归凯撒，上帝归凯撒安怎？该撒归该撒，上帝归上帝。啊，就是讲，即个世俗的代志吼，我才无标准答案。就是讲，这是恁家己爱决定的代志。但对我来讲，就是讲，国度是恁家己，是恁心灵爱伫上帝的面前。所以我感觉讲，对伊来讲，即个世界无分啥物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啦，就是讲迄个血统血缘主义啦，血统主义对伊来讲无遐尼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教会当传到所有的国家、甲民族、甲语言文化，上嘿普世教会就是安尼管。所以我感觉讲吼，即个民族主义者真歹用耶稣啦，真歹掠耶稣来用。你若问伊讲耶稣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即个民族主义者，伊嘛袂讲。迄无重要。迄时阵犹太民族主义比台湾即摆都有迄个较恐怖的，迄是真抬起来迄种。奋锐党是甲罗马帝国是对干的，迄真较恐怖的。系啊，佫有一个啦，我认为吼，这可能嘛是足侪教会可能会无法度接受的，就是讲，我认为耶稣若是过来吼，伊可能会摕圣经甲阮讲吼，歹势哦。我写我的代志只有这4篇福音书哦，后壁有一寡可能是别人甲我诠释的，可能有一寡毋是伊的意思。我认为有可能。嘛有可能迄4本福音书内底写。对，伊嘛是遐讲一讲这毋是我的意思，也是讲我有讲即个话但是可能路加无写着安尼，就是咱嘛是爱有一寡空间是讲，福音书也是圣经，也是人写的。人写的中间就是有一寡，咱爱保留一寡可能有错误，也是讲有无顺转的所在。但是这个顺转嘛一定是有出现伫耶稣的道理，伫福音书内底安尼。伊咧讲的就是下晡迄个新安宫的。我感觉以前讲对耶稣来讲，即个代志就算有错喏，是安怎？无讲介重要啦。是啊。就讲即个物件，咱一般的世俗人来看，已经有够啊，安尼就好啊。第二就是讲，我认为耶稣一定会，可能嘛袂讲即块问题啦，就是讲圣经对也是毋对，一定会讲你家己想嘛，对不对？我对恁，我就一定讲两个诫命上大，爱神甲爱人，爱你的厝边人，你敢有做？
你敢有做有够？你做有够业无？啊，圣经啊，读遐济，是毋是？就即两句话安尼啊。你嘛爱甲阮台语的指导一下啊。你该讲啥？你讲。这是 very good question.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我感觉做歹对话，这是鸡同鸭讲。这是馆长。啊你来劲啦！啊你管钱有够我管得多哦。问题是讲亚，我感觉亚索，伊甲遮讨论遮人，虽然法律赛牌也是安怎，因遮人嘛是拢是足聪明。咱讨论过几啊遍嘛，因遮人其实拢，你讲有地性的，做有地性的，而且应该讲甚至有地位啦，是可能。较自私啊，是安怎？其实风向小较偏僻，但是上少是有地位，伊是知识分子。但是馆长即款的，我实在我嘛袂知安怎甲对话沟通呢。但是嘛，歹讲，伊若咱甲伊遐门道，遐门道嘛是拢无读册啊。可能馆长拄着耶稣，就变耶稣的信徒啊。嘛做有可能。对，应该是安尼哦。军队耶稣，啊，就变做，我感觉也变做像比着安尼啦。好啦，啊，高地，要对耶稣做伊个，你讲无去做。啊，若是科比咧？啊，谁？啊，若是科科比可能就会变做法利赛派，伊是中高这种的。伊就是法利赛派迄种的啊，伊标准的法利赛派。无啦，你这圣经安尼，阮就袂无方便做嘛，安尼行毋对嘛，无方便嘛，安尼改一下嘛，圣经就爱改嘛。但是上久啊，像中国迄边圣经诚好啊，对啊，与时俱进啊，拢有咧改啊。还有习近平啊，啊第一例啊，共产党创造一切，对啊，咱改一下啊。两岸一家亲爱写入去圣经内底啊，你哪会无写？我想讲科比来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难道不知道吗？答案就是没有答案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要安怎做就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啊。我是若对于有利的时候，伊就引用圣经；若不利的时候，就讲哦，这跟贵死，这路快循规。这法律，这外国人的物件啦。对啊，他就是投机啊，就自助餐啦。伊无家己的思想。所以伊甲即个。有一个教牌就行吼，爱摕来讲定罪时阵拢。哎，甲谢林东讲你有罪，我替你祈祷啊，甲谢林东是迄个人，讲伊有罪，上帝下面伊伫迄个中山南路，我都毋过是倒一个团体啊。你讲游行时阵甲人围起来，甲同志。就互加盟啊，就盟啊。啊 ，peace， 无啦，阮头拄仔是咧讨论哦，无你无这题恁爱讨论哦。阮头拄仔是讨论讲耶稣若是来今日的台湾社会哦，伊若是去馆长的直播，伊甲馆长会有啥物对话安尼？是。大家当思考一下。我想着。你敢有在调甲馆长沟通？我是无法度啦。啊，但是耶稣敢有可能？我有当想象一下。馆长是一个网红啦。哦，馆长，那个关题，还无重要。无需要用时间去写。卖介绍多了几百年。耶稣若是去爆料公社跟报废公社。因遐个人一直问讲，耶稣，你若是爱创造遮尔侪三宝伫咧路中间，车咧后白开。笑死！我是想到一个衔接的点，就是讲我先讲一个较抽象的，馆长跟耶稣的关系是啥？就是讲有一个概念叫做情感政治。这样意思是啥？就是讲咱即马伫讨论政治，拢是讨论政治公民政治用理性去讨论，但是有一寡人的即个观念袂当用理性去激发。就是讲，你想讲，川普遐个支持者看什么《纽约时报》，迄啥物件写甲看袂完，看一个福克斯新闻啊，你爽就好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讲，爽就好，但是对耶稣来讲，耶稣会安怎看待即个爽就好即种政治的即种情绪？就是讲，一种政治是讲情绪抒发嘛。就讲毋免讲啥物讨论理性思辨，写物件。咱当你到时阵你看嘛，耶稣有讲啥物？无嘛，伊就是来你手开去了，我移了，结束。对，我讲有一个。嘿，就是耶稣其实是
满足遐有欠缺的人的需要。咱爱去想馆长科系，馆长遮的人拢是有欠缺的。咱无较拢是有欠缺的，足欠缺。是足欠缺的。伊其实是将家己变做足强，但其实伊心内是欠缺。无，但是可能是对，但是因的欠缺是一款家己上的正义，但是伊需要一款来抒发，但是这款的抒发是建立在剥削别人身上。伊支持死刑，但是我即摆讲，伊嘛可能就像撒该安尼啊，有可能伫总园的所在你头路看耶稣，啊，往一摆欣赏耶稣，啊，耶稣就会看着伊讲，就是伊的馆长来，因为馆长来，对，因为馆长，嘿，因为行为，伊有遐行为是因为伊欠缺，但是耶稣来是要满足伊的欠缺，伊真正心灵的欠缺，这是耶稣甲别个人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伊毋要解决，伊做就对啊。就讲你的欠缺是啥？因为你开手，所以我伫社会无法度，所以我受气安怎。所以耶稣若是耶稣若是拄着主血痕，伊就会送伊足侪衫，甲伊买足侪衫哦。主血痕好，我知影你欠过啥，来，你的衫拢互我。安尼伊就不会再当酸民了。你的意思是安尼啊？但是伊真正，但是伊心灵的真正上内底的欠缺是因为人无买伊的衫，可能有耶稣可能就会帮伊卖衫。对，耶稣个好，我来甲你买。但是伊心灵真正的欠缺是因为大家拢无爱买伊的衫的。对啊，上安尼，耶稣可能就会去，伊就会去买衫。我的意思是安尼，就是说。伊是看过，耶稣是看过即个人真正的需要。是。即有一个点，就我拄仔未讲煞，就讲一同理心啦。对啦。耶稣若对即个馆长即种的送着好，即种会安怎讲？静静伫遐听，讲煞袂好啊。你安尼想着好。我是想讲，可能耶稣可能会安尼，我嘛毋知。可能就听伊讲煞，就听。同理心，伊对即种，我毋知爱讲是有病的人还是啥款，就讲可能欠缺啦，耶稣就听伊讲，听伊讲煞，心灵就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即种是对话的即种的医治的方式，甲你对话，听你讲话，给你同理心。我觉得他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像馆长这种人，耶稣他大概这样对他，我的感觉，我毋知。但是我搁挑战大家一个吼，耶稣若是来吼，伊要安怎就是做一个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讲去调和自由主义下面就是遮侪多元的领域的冲突，譬如讲劳工甲资本家，譬如讲环保加规划，差不多啦。咱第四题，咱伫8:20做出来。哦。你讲倾听 listening， 但是好啊，拢讲煞，代志伊要怎解决？就是一边就是爱薪水爱悬，一边就是爱萝卜，要安怎解决？对。若无解决，你变蔡英文。对啊，就两边拢无处理啊。即咱看着圣经中耶稣并足少咧解决即种代志。具体问题。毋是无解决，是伊用做诶，伊用神机，伊用一种足简单诶方式。但是伊有心计会当解决即款问题，但是老实讲，阮世界人无啊，所以这是阮痛苦诶所在。阮伫个微博讲诶多神的环境里。所以耶稣较讲你无信仰就信诶是，伊是有福气诶。你知影啥？因为你看到你就相信，你就相信，你就去明白，遐爱经过生涯较会当明白的道理嘛。安尼你是有福气的。咱即摆会当直接用讲话就知影耶稣咧想啥，毋免去看到一个开手的人手好去遐相信，咱就是有福气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讲对即个耶稣出发的即个信仰的观点，耶稣是会较重视个人的灵魂的救赎，还是政治社会的结果？就是讲这是无共，这是个人的赞助，这个是结果的赞助。大家安怎看？
就是处理我感觉毋是个人，是，我认为对伊来讲，这是共一个问题。对，这是讲一个问题。若是上帝个实现，为社会到个人到全世界，拢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我认为应该是安尼，才讲会通啦。所以你该成一个社会解决者。对啊，但是譬如讲国家对耶稣伫遮的看法，可能是一个工具，就是讲为一个国犹太国先建立上帝国的模样，国来是全世界安尼，嘿啊。有啥物别个看法？我是感觉讲，我甲伊个想法嘛，算差不多，就是讲，耶稣伊要解决问题，毋仅就是个人，也是社会，伊是无限的，伊是搁较悬即个世界，伊要解决的是规个世界的问题，是普世的，所以伊是借用即号人，伊有即个缘分，伊有即个机会，通。互人会记住，用即个故事，互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这就是圣经为虾米即马存在的意义嘛。颠倒来看，就是个人的问题嘛，是世界结构的问题造成的。对啊。所以这世界问题、社会结构、制度嘛无改啊，个人问题嘛无法度去。所以这个人做伙，袂当。这个是帮做伙的。所以我讲，我认为较歹想象的应该是讲，阮已经足惯视这自由主义，就是多元、甲差异、甲利益的冲突这款问题。阮就是伫自由主义啦，就是大家协调嘛，妥协嘛。耶稣来要安怎，互大家拢爽，互大家拢满意，这较歹。我认为是较歹想象。但是这嘛是伊奥妙的所在啊！就是耶稣甲上帝才有遮个权柄，会当伫世间互大家一个乌托邦吧，阮无法度想象。但是耶稣的想法其实足简单的，就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伊的上帝，即个该是大事头一个，第二个就倚厝边是最简单。总是人有罪嘛。所以耶稣伊个就讲，你就诚简单，就是尊看这个物件，就是听啦，你尊敬上帝，安尼就好。其实我感觉毋免去想遐济，就是去做，耶稣就去做。所以好因孙较细贵，较几百页安尼尔。但是你讲遮济话，可能你规大本拢写袂了，像迄个佛经拢规个册书啊拍了。百科全书安尼拢写袂了，无可能啦。因为耶稣较一个人，迄来爆坏的人，迄无法度比的。但是耶稣就是用做的，用足简单的方式去，互大家明白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爱去听，一个灵听，安尼尔。也是你爱去听，按遮个问题拢会解决，拢会解决。但是要安怎听咧？总是人有罪嘛，无用遮个文字嘛。台湾都个新闻报名来讲嘛，所以咱爱去学习安耶稣的款式，较会当正确的去听。我搁挑战一个，蒙着你的良心讲，你要安怎听讲道？你讲互我听。伊是你的厝边哦，你一定有亲人、朋友、同学是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的。你要安怎甲因听？简单的啊，听人，但是无听即个党啊。这是一贯啦。无听人嘛，听人，但是伊所做的代志，伊应该爱得到。迄个价值，迄个价爱付出，爱代价。就像我有朋友，伊是行动的青年军，佫是社里教的朋友，但是我嘛是甲伊诚好，甲伊陪伴。我嘛有同派。后来伊装变做，进装变做走去装变做独派人，嘛后来就走来教会团契安尼。我感觉这就是社里教，你不是蔡志哲吗？不是，等讲进台大，阮即个时代，佫做侪社里教走出来啊，非常侪，而且势力诚大。阮历史所嘛就社里教到底是啥？你毋知社里教？我知影社里教，但是我毋知影伊的教义。就是伊韩国有一个人啦，伊就讲伊是耶稣奉来，就是四过伫学校内底招募，然后听讲甲足侪查某囡仔有
十几冬前就是性侵足侪人，性侵啊，后来互人关十几冬，但最近要放出来安尼。一定最高，最加过一当招募新信徒我这些有够厉害我迄个朋友讲，哦，伊一开始就是别人带伊去设立教会教会，真有道理，当伊去韩国，伊搁走去韩国去。那个监牢去看那个信教主的时候，伊甲我讲，哇感动，哇这就是耶稣过来啊，这就是正确的教主啊，对吧？我要昏去啊！伊是认真甲我讲，真正伊是宗教所。咱若有真正去甲听，真正去甲人听，我感觉因嘛会愿意了解讲咱所追求啊，是讲咱所讲的这物件是啥。咱若是一开始就甲排斥甲拒绝，其实这就是无沟通的桥。当然有寡人，伊原本就无要安尼沟通啊。是即种我感觉咱嘛无一定爱用做者心意去，咱就是做咱会当。卖冲动啦。我即摆去参加迄个国民党所办的个苏文学校所办的台湾数，你有去哦？我去啊学的，那个交4000块。张亚中用。你去卧底哦？系啊，我无卧底啊，我就定讲我台湾数研究所的，直接底牌亮出来。其实，但是我讲实在话，因真正有咧改变。当蔡正元对我讲，我感觉是日志，毋是日剧，我就感觉这应该。蔡进元安尼讲，蔡进元讲是立地哦。是立地，毋是立句。我蔡进元不能做奇怪，伊讲啥我感觉拢正常，拢正常。伊即摆是真正变做蔡英文的小弟哦。变家己人啊！我讲其他嘛，真趣味啦，就是看国民党伊面对即摆的经济就是独派甲统派，因为即摆的共产党已经要甲国民党食啦，但是遐坚守中华民国的遐个人，其实是无愿意互共产党食，所以应该想一个方法，所以较有即个课题。所以张亚中就讲，立场无会用的无共，但是真正的代志咱爱讲出来。啊，如果国民党，伊嘛讲国民党嘛有毋对的，民进党嘛有毋对的，咱就是伫即个真实的历史的资料顶面去做讨论。你看，我感觉这是爱拍破仔的啦。我感觉是你对国民党会当有国民党的人内底有会当批判家己。我感觉即种的人是爱去甲因拍破仔去可能无法度去支持，但是上少。因爱肯定因有在做遮的改变。加减爱肯定啦。系啦，而且因嘛有伊的危机嘛，就是因。拢互柯 P 食去啊。柯 P 也是互共产党食去，这嘛是因上现实，因真正需要人去维持遮即个中华民国的。你若是真正认同中华民国，你就是爱找一条路去生存啦。无即摆中华民国无要互蔡英文摕去啊。系啊。蔡英文拢连中华民国拢互蔡英文摕去，你国民党剩啥？啥物拢无啊！你就从共产党的，但是就上讨厌共产党的，哪有可能共产党？蔡进元去互共产党放杀去，伊进前看起来拢是共产党的一个。啊，我知道，因为之前帝爸出征的时候也灌爆蔡正元，你知道吗？对，因为他们真的以为蔡正元是那个蔡英文的弟弟，太好笑，好靠背。啊，咱从开始就讲，咱有看到啥物咧？咱有看到袂随法律使人看，安许你。领主大卫姓陈炳开手的人，谈芳伊爸救迄个性命对有甲航海上，就是咱有看到，就是即个经文内底有遮的人啊、代志啊、背景啊、时间等等。咱第二条的就是讲，为虾米遮的法利赛人甲敬孝教师的，为虾米爱去航海耶稣的？因为咱感觉讲，因就是耶稣伊去赶鬼吼。伊去医病赶鬼吼，是有影响着因遐个人原本的利益吧。就是咱可能因嘛有遐个遮个技，遐个方法，就是医病赶鬼的方法，但是伊可能爱受钱，但是耶稣毋免，耶稣毋免，所以有交了着因的迄个利益。另外就是讲。因迄就是咱搁有讨论着讲，为虾米遮个法利赛人爱去遵守律法？因为因迄惊，因为因认为讲吼，
法利赛人认为讲吼，迄时阵吼，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无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伊较无国家，较互别人统治，所以讲因爱遵守律法，若是无遵守上帝就会搁一摆去处罚。就是因迄件的代志，啊，所以讲伊看到耶稣咧做即个代志，做遐伫迄个律法甲迄个教条内底无稳准的代志，伊就感觉足恐怖，所以因就感觉讲你来害耶稣，耶稣因互因有安全感，就是讲安尼上帝就袂处罚我，迄是迄个魔鬼还是啥物？对因来讲就是。但是因相信，但是遐个法利赛人所相信的迄个上帝是啥咧？是因起造出来的上帝，是偶像，是假的。无，就是真正的上帝。所以讲，耶稣为虾米爱出来甲因去辩论、去讨论、去做即个代志，就是要甲因讲真实的上帝是安尼。伊无遮的迄个限制，迄个限制绝对是人定的安尼。所以咱过来做第三，就是讲，若是耶稣来到即摆的台湾，伊安怎去面对遮的啥物疑问啊？啥物？若是你是咧馆长啦、科批啦，统一也是道理嘛安怎咧？统一也是道理嘛安怎咧？啊，明仔载乐透开几号啦？可能耶稣会去面对遮个问题。但是咱上开，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咱有讨论一个足趣味的问题，就是讲吼，因为互人得到压迫，互人压迫是压迫来啦，拢有一个共款命，就是人拢会吓惊，拢会吓惊，拢会感觉即个物件是足恐怖，所以无用咧去插。但是上帝是教咱去听，所以咱就讲一个足特别、足特别、足好笑的逻辑吼，就大家听就好吼。这一个讲生笑，就是讲吼。因为法利赛人惊上帝处罚，所以伊就甲遮个人民讲，恁爱遵守我所定的规定，所以若是无照安尼规定，上帝就会处罚咱。这甲啥物共款咧？就甲即摆的民进党共款。即摆的民进党咧，就是甲咱的人民讲，你若是无遵守中华民国体制，若是无维持，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即个国家的话。维持现状的话，中国共产党就会爬来。美国就袂搞。美国袂安，所以你毋通独立，你独立是毋对。所以这个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哈利赛人相信上帝，所以民进党相信啥呢？相信中国共产党。你这喜乐岛了。这是嘛？因为法利赛人相信上帝嘛，所以伊讲上帝会处罚遮全部的人嘛。你去游行，待伤久啊！你走去游行。所以讲咧，民进党甲大家讲，若是你支持台湾独立，就会互中国共产党拍，所以伊相信中国共产党。裴文真是开偌济钱互你啦！我甲古北红是共一个教会啦，我干嘛把你两教会啊？咱教会有2个传统就是安尼，毋是啦，我争取。所以你嘛是反同。无，我支持。因为安尼，我还走来台北的，我还走来台北。你是伫遐互人迫害是毋是？我搁教团队转。你甲伊平倒。好，讲到，咱继续讲哦，就是讲耶稣面对这个问题，咱会去问讲，伊若是拄着馆长啦，拄着科批啦，拄着两个一家亲啦，伊安怎讲的？咱最后讨论有一个结果，就是讲吼，耶稣基督的听，耶稣基督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普世的，嘛是对每一个人的，伊是要宣扬听，宣扬爱，伊要去讲爱甲听这个代志。另外，伊是做出来，就甲今仔日圣经，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伊无讲啥物，伊就讲你开手你出来，伊摸一下就好啊。伊做，伊无讲话，伊就是做，伊就是做应该做的代志。这就是基督，我这就是今仔日耶稣基督要甲所讲的。
就是即个疼，毋是讲你是外邦人，你是外省人，你是本省人，也是啥物人，拢是你是可悲也是短暂。伊愿去疼，伊愿去做，因为疼较是最重要的。哦，安尼所以讲，咱会讲啊，遮个人有啥物会有遮个脱序的行为？嘛有挂独派讲，就是外省人去死的嘛是有啦。啊，迄人是话，因为伊心内有欠缺有需要，所以咱感觉耶稣基督也是点仔台湾桥，伊要关心的，毋是讲去禁止遮个行为，是要去关心即个人为虾米有安尼行为，是因为伊心内有啥物欠缺，有啥物需要。空虚，就讲若是朱学恒，为虾米安尼会伫网络甲新闻顶面讲遐济话？是因为伊个衫袂无好，迄是伊真正心内空虚的物件。伊惊伊生理做袂了，做袂落去，可能。所以耶稣会甲伊卖。耶稣可能会用一个方法，互伊会当一直袂衫，是正常个是用听啊。伊心内就有较凊彩，对，一直安慰啊，加第14架，教会，哎，可能会叫教会来甲伊做实际个册。所以就来要解释就是讲，耶稣是关心，就咱的做一个问题就是讲，耶稣是关心即个个人，也是关心即个社会。咱感觉讲，毋管是个人还是社会，伊耶稣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讲一个整体，就是因为伊是较悬较悬即个世界的，伊是掌管即个世界的父母，所以伊毋管是做伫一号人顶面，也是做伫规个社会顶面，伊拢是要互全部整体万面所看到的。所以讲，但是所以讲，咱爱去耶稣的款式，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啊，但是总是人有罪嘛，无用遮个文字，所以咱爱去学习，咱有缘爱学习，有缘去爱读经、爱祈祷，去学习啥物叫做真正会听，啥物叫做真正会爱。所以拄仔就一个挑战，就讲你爱国民党无？但是上帝叫咱听的，但是叫咱听的，你真正爱会落去无？阮兜嘛有人互人掠去啊，嘛有人互人刣死啊，咱真正爱会落去。但是上帝讲你爱听，咱安怎听咧？咱爱个正，例如讲伊有做啥物歹代，足侪歹代，对，咱对面遮咱即马生活内底认为的歹人的时阵，咱有缘要安怎较会当像耶稣基督共款去听遐个人的，这是咱会当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是咱即组的分享，多谢大家。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讲，拄仔有讨论两个哦。第一就是讲安全感迄个所在，就是讲法利赛派的人为虾米伊爱维持因的原势啊，会惊遐讲耶稣甲因耶稣甲因挑战。我认为即款的拄仔伊讲的就是讲，因为法利赛派就是加配邻王嘛，就是因的国家犹太国互罗马帝国给拍无去啊，所以因惊遐。但是我认为即款的需要安全的感觉，毋是一款普遍的人性，嘛毋是伫咧迄个时空，就是讲因为国家无去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上帝对阮的惩罚哦，所以特别惊遐，因为今仔日的基督徒哦，特别是台湾国语的教会也是足侪啦。即款普遍的人性，就是讲伊需要一款的秩序需要一款的社会制度啊，上好是有一个强人会当。互伊保护，对，互伊保护。伊只要照伊讲的，我就安全。所以说，即款的威权的土壤，就是永远伫世间、伫社会拢一直有。其实讲，阮社会制度啊、选举啊，啥物拢有啊。但是即款甘愿做萝卜的心态，又原来也是有。我认为法利赛派迄个心态嘛有即款的部分是安尼的普世永恒的即款的人性。就那个书是谁啊？什么害怕自由的弗洛姆那一本？弗洛姆逃避自由。逃避自由嘛，就是人就是有这款的态度，就是惊遐，颠倒是惊遐自由啦。但是耶稣带来的自由，毋若是讲，我互你啥物物件，嘛是互你家己有意志做一个自由的人。哦，你会当像额外宽恕，会去爱别人，去疼别人。你毋若是讲有疼有爱，你嘛有自由，因为你会当家己选择，我要去疼我的仇敌，譬如讲国民党，这是人的选择。阮有选择的空间，阮就有自由啊。这是我头拄仔听话，我想补充的。
第一条咱辅助。下温几个人对，好，第一组，毋是第一组，第一条咱分做两个部分。阮哦，哎，你阮啦，爱讲哦，阮。歹势，阮高音，阮分做两个部分，就是两个安歇日，人嘛分做两款安尼。第一个安歇日是安尼看，就是法利赛派的人，搁有就是耶稣甲伊的文道去，就是迄摘迄麦穗来食，伫咧麦园安尼，耶稣就是，耶稣就讲迄，就大庇的故事，对，第二个安歇日就是迄惊吓教师，搁有就是耶稣去，去医治迄个手亏去的人安尼。对，伫咧会堂内底，安尼。差不多啊啦。对，差不多就是安尼的故事。伫咧遮咱会使看到就是两个安歇日，一个是食这是啥？后来是咧讲一代志啦，第一安歇日就是伊做一个行为，互人互法利赛人无法度接受的，无法度接受的就是摘迄麦穗，用手落来食。第二个安歇日，伊互经学教师袂当接受，袂当接受的代志就是伊治一个正手开气的人，开气的人。对。伫咧遮咱会使看到就是讲，到底是这救性命较重要，还是害人性命？对。搁有好事甲歹事安尼，耶稣有问。好，安尼这是第一条。好，安尼第二条就是讲，咱看到这耶稣的观念甲法利赛派的人两个观念是无同，就是耶稣就是讲伊就是安歇日的主，伊是就是超过即寡律法，但是这经学教师甲法律就是坚持讲这律法是上重要的，你若是无遵守，你就是毋对的安尼。所以因感觉讲，就是耶稣互因的挑战就是讲，有时咱的即个观念就是受到这律法甲伊限制。限制，咱活出来的行为就是因为这背后的律法，所以咱就是袂晓讲，就是讲耶稣想要挑战的，就是这伊是赢过这律法的，为虾米这法利赛派的人就是会感觉受到威胁？就是因伫咧迄个时代是因敢若是上了解圣经的人，嘛是上明白迄律法的人。人百姓可能毋捌字，也是读无上帝的话，就需要去听因所讲的。但是耶稣即摆所讲出来即种观念是威胁着伊即款人，所以就因后来因就真生气安尼，就想要对付耶稣，是这第二条。第三条咱就开始讨论讲，就是即摆教会甲社会会使有啥物禁忌，就是耶稣想要挑战的。第一条就是讲，有时咱教会敢若会晓讲，但是无实际的行动去帮咱，就像咱奉献有时就是敢若想要满足阮家己的需要，无去帮赞别人。搁有第二条就是讲，有时咱活出来的信仰的迄行为就是就是一个外表，敢若
应付上帝，就是讲我敢若有做，对，敢若外表安尼，但是你内底是无迄个爱心的，无迄个心。好，过来就是第3条，就是讲，性上两分，这是讲，就是有时阮敢迄是，这是对的，这安怎讲？第3条，家己就是，阮是属灵的，啊恁属世的，甲恁无爱做斗阵啊。阮就较高尚、较清洁、较圣洁。卫生啊。啊，结果就到真正有需要的人，上有需要的人，甲送你这个信用。对，感觉这法利赛派的人，就是有时阮家己嘛是会变做安尼。好，过来，这第4个就是讲，有时教会也是阮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人，但是咱的回应也是行动拢是较离现实的，就亲像可能有一个人，伊就是真正是巴肚枵，但是你到伊的边仔，甲伊讲我替你祈祷，就是伊即摆上需要的可能就是巴肚枵，还是喙焦，还是无啥通穿。但是你的回应就是讲上帝帮助你，但是你无真正去帮助伊。无真正爱心啦，无真正疼心去关怀伊。出一支喙啦，伊的处境，伊的现实。这就是差不多，就是迄个行动。脱离现实，脱离处境。对。咱第4条小讨论一寡，就是讲咱会使。实际去提供食物互伊食，通食巴肚枵通食，喙焦通啉，无啥三心互伊吃，看病去探访，坐街去解看，对，看嘛学习耶稣安怎去行动安尼。共产就是他说讲，是人的即个本。咱即摆人权的观念就是讲，人是国家的根本嘛。就是讲，即摆我是讲，即种的观念到即摆拢伫即个斗争，就是讲人权的观念啊，就是用人权。对，就是讲一个是权力、权利 （rights）， 那一种是权力，咱嘛来讲，权力、力量的力，咱嘛来读，就是讲。一种是讲国家的权力、力量的力，对人会当用啥物款的权威去支配个人。即摆咱即摆即个新时代的观念，因为我是安怎要讲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对即个比统治者还是弱势者的观点来看代志，所以耶稣从来毋捌。徛伫即个统治者还是国家的组织的即个观点来看即个世界、即个社会、政治的问题。虽然我知影啦，耶稣无讲即个国度，伊的国度的观念，确实毋是咱即马即种民族的观念。但是我是要讲，若放伫政治伦理当中吼，耶稣一定是较支持即个权利 rights 权利啦。就是讲，所以我是讲，我是想要讲，即马台湾哦，犹原搁伫即个。中国这个教育的思想底下，因为做甲有权讨论嘛，就是讲很多这种所谓的馆长的信徒啊，他们其实就会认为说，他们会比较相信。咱应该吼，来，不要紧，无写不要紧，无写不要紧。咱第一个就讲，不要紧，我写好，写这个。哦，咱第一个讲吼，来到乡下地。然后我就